今年总统大选进前，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伫咧复选的时阵，伊有表态讲，这彰化袂阁再起焚化炉，也毋过开发案煞讲要伫咧3月14来办说明会。即马彰化在地自救会甲环保团体今仔日早起是去到总统府来陈情，呼吁一定爱取消说明会，停止开发。林佳龙兑现承诺，基顶焚化炉不会盖。来自彰化自救会甲团团的代表都徛伫凯道顶悬大声喊，要求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遵守承诺，自救会查牛仔囝模型、蛤蟆甲鸡卵。因强调彰化是农业的大县市，无应该搁起高污染的焚化炉，若无有冲击在地，佫会影响全国食安。我们只是要来要求我们的生存权、我们的生活权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我们的下一代。彰化区的渔会代表表示，当地有几若千公顷的养殖鱼丸仔，久长来煞忍受六轻甲中火南北两边污染。因认为，若准政府内要起焚化炉，过去就甲彰化县改名做垃圾县。我若看到因要过来开吼，我就想要哭啊啦！我们彰化县那个脏要改掉，要改肮脏的脏，真的要改肮脏的脏，很可悲啦。虽然秘书长林佳龙已经公开表态讲袂起焚化炉，不过地方的公开说明会双邀是要照办，款团是要求说明会爱连面取消，直接宣布3月14号不要办说明会，不然会爆发严重的流血冲突哈。反对中顶焚化炉自救会会长黄尚正手提陈情书，和其他的代表做伙入去总统府陈情。因强调彰化无需要焚化炉，且政府就要救彰化人的命。取消14伫彰滨产业园区举办的公开说明会，停止开发。记者林静梅、陈琼维台北报道。